家平安，欢迎收听11月初6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相信天父的赏赐与供应。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6章1到34节，还是看这一些的山上宝训。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种不收，也不存粮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饲养它们，你们岂不比鸟儿更贵重吗？马太福音6章26节。有一个老人在河边开了一家磨坊，帮人家磨米磨面粉，因为他很认真，生意非常好，日子过了十分的快乐。有一天，这个老人家看着那个磨石，不禁心生感恩，向磨石拜了一拜，认为呢是磨石帮他赚了不少钱。过了几天，老人又发现磨石能动，原来是水车转动的缘故，因此他改成向水车感恩。可是又过了一阵子，老人家发现如果没有河水，水车也动不了，于是呢，他出发前往寻找水源之地，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水源。当老人家正准备向水源感恩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时候老人家抬头望一下天空，恍然大悟，原来河水是来自雨水，而雨水则是上帝的赏赐。这个时候老人家满怀着感谢地说，谢谢创造宇宙的上帝，因为有你的赏赐，我才能拥有现在的一切。今天我们看到第6章第1节19到21节，隐含着告诉我们，所有的赏赐是来自供应给我们的天父。这位天父是赏赐一切福气的源头。然而我们凡是做善事，故意叫人看见的，原来他们一心只想得到人的荣耀，所以呢，根本未曾想到得到天上这位上帝的赏赐，所以不能怪上帝不给赏赐。所以呢，我们要真正认识到，好像那一位老人家到底在寻找哪里是源头。我们要认识这位后世百物的上帝，所做的是要讨上帝的喜悦，得着他的赏赐，而不是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善行而得着人的回报。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赐福的源头，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有一个得福的管道秘诀，就是祷告所以正确的祷告生活，经文在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假冒为善。假冒者这两个语词在描述这个人爱站在十字路口要故意让人看见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到内屋，就好像哈拿的祷告一样。祷告的时候不要重复你的话语为什么不能够重复话语呢？用重复的话语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对神没有信心怀疑他的表现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照着范本，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先表达你的心愿，就如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样哈。所以表达我们的心愿，然后再祷告我们所需要的，最后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所以呢，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到有没有还没饶恕的人，我们必须要饶恕，那个管道才会畅通。另外，我们要来看天国子民对财富该有的认识。地上的财富并不可靠，天上的财富才是永存的。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财富是会弄瞎人的心眼哦。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主，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天上一切所赐予财富的神。所以地上的财富是神的对头。另外，天国子民他对生活该有的态度呢，就是不要忧愁，不要忧虑。为什么呢？因为忧虑会使人倚靠钱财，钱财不可靠，都会失去。钱财会使人的里面会存着黑暗。有时候我们为了钱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钱财会使人失去爱神的心，因为你一方面一直追求可能赚钱啊、工作啊、加班啊，就会渐渐远离上帝，把这些马门或是金钱当作第一位哦。第二个就是没有必要为饮食和穿着来忧虑。为饮食和穿着忧虑，就是为生命和身体忧虑。我们的生命和身体的存在，乃是在乎这位创造我们的天父。所以人不能够用忧愁思虑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和身体。人的生命和身体比飞鸟、百合花还贵重，因为上帝看重我们哦。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若要追求这些优先顺序要搞对哦。他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这些而生存，神就必加增给我们一些需要的。”所以耶稣鼓励我们不要为生活的需求忧虑，因为这位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要先寻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看到那个优先顺序对了，后面这些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他就会赏赐给我们。我们来思想一下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些你常有的或者是现有的忧虑呢？你正在忧虑什么？6章24到34节，是否能够指出你的问题，并且能够提供解决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赐福的源头，是一切所需要的供应者。我们感谢你无限的丰盛恩典和无尽的爱。透过今天的经文的教导，帮助我们深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当你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你从不吝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教导，帮助我们对明天不要忧虑，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每一天的需要和恩典。
当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依靠你，相信你会按照你的应许、你的慈爱来供应我们。求你使我们心中常存感恩，记得你的恩典跟赐福，并努力追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帮助我们把永恒放在生命的首位，让我们不被这世俗的物质所迷惑、所影响。我们相信在神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有丰盛的供应。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得着上帝丰盛的供应。我们明天再见哦。